咩叫做中國人性格？呢個係中國網民用佢形容一啲中國人獨有行為嘅詞語，係咪講緊隨街嬌屎啊？定係講咗公廁偷廁紙，又或者係地溝油，定係偷農民嘅農作物？呢啲唔係中國人性格，呢啲係中共性格。呢啲其實係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嘅產物。當時佢哋試圖切斷同傳統中國價值觀，例如五常嘅聯繫。五常包括仁，即係仁愛同人性；義，即係正義；禮，即係禮貌規矩；智，即係智慧同明辨是非；信，即係誠信同可靠。而家中國社會已經失去晒呢五種價值觀，你都可以見到呢個現象嘅反映。一個簡單嘅比較就係台灣同中國，一個俾共產黨統治過，一個嘅你可以喺呢條地鐵站比較片度見到佢哋嘅行為分別。中國大陸嗰邊嘅人爭住上車，而台灣嗰邊就好有秩序嘅排隊。同樣嘅情況你都可以喺南韓同日本見到，因為佢哋都受過中國儒家價值觀影響。自從中共入主之後，呢種文化就失傳咗，依家甚至冇落到去偷廟錢，甚至連馬拉松加油站都有人偷竊，賣呃人產品、假貨佢都做得出，為咗佢着數就係中共本性。